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南市议会，今仔日开始咧开临时会。正副议长区丽丽甲林志典是正常出席来参加，不过这个议会是高的火药味。国民党的议员是质疑着区丽丽，拢已经卡到乌金的事件，应该请假才对。所以国民党的议员是阻挡区丽丽要互伊发言，啊，区丽丽有几啊届拢主持袂落去。民进党的议员是赶紧出面帮忙维护，结果双方爆发着这个集体冲突。区丽丽讲，虽然伊目前无党权，但是也是议长，伫个议事厅讨论司法。国民党的议员针对人身来攻击，真无妥当。台南市议会临时会开议头一天，就有人冤经。国民党议员罗坤峰不爱和议长区丽丽主持，副议长林志典随大进前甲动。两人随风扭开，也过发言的时，同款无放伊线。你宣告，佮无像你遮尔啊严重的时阵，恁开的，佮叫人佮唔通佮再开落，袂使做主席。啊，今仔日即马伫你的身上，你嘛互我听看嘛，看你较早讲的话有准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为市民权益把关。什么权益把关？我跟你讲。国民党议员要求区丽丽莫搁伫市议会出现。你的标准不到位，你是不是爱先请假？那咧双方咧大细声，议场充满火药味，只好先休困一下。是讲搁主持的时，嘛是无顺利。你即马时间，啊你时间要完，我即马甲你讲，你要等你司法，你要等司法，你等司法判决嘛。因为看到政府议长选举的买票案，这个主角区丽丽事后接受访问时，安尼解说。在议事厅里面公然讨论司法，而且很多都已经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妥。虽然说我暂时没有党权，但是我是全民的议长。基于议会自主的原则，那所以在议会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尊重。那只要没有违法。区丽丽、林志典两人去卡到贿选案了2摆交保，虽然讲司法的判决也未出来，但过临时会开幕的头一天就发生冲突，未来议事免怎顺利的推动，引起外界关心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